好了，继续来到台中，因为透真强的东北风，唔那沿海风真大，市区的风嘛真强。结果科学博物馆附近的水幕讲来失控，讲迄个水幕是随着强风四界喷，有未少民众行过，差一点啊，互喷淡去。管理单位建设局讲，当咧研究，要配合着气象的资讯，这个风若真透，就会停止送水。 水幕互大风吹到歪去，喷到满四界，经过民众除了头毛互吹到愈苍苍，身躯顶的衫嘛险啊互水喷淡。另外一段画面翕到人行道已经淡落落，边仔拄好有一阵伫野蛋帽啊办活动的民众，不过水互风喷到满四界，民众记录几段画面，怀疑这敢真正有法度为边仔安全经过。应该是有去喷到那个路人，跟摩托车经过。 就在那一个角落，我是会走旁边一点的，因为昨天风比较大，那个天灾不可控。如果它风太大，就是把它关起来。这是台中科博馆设的水幕装置，用循环水的系统来确保连续性甲水资源再利用。一天固定6个时段供水，大概10分钟，过路民众会当看到真水的水幕景观。不过这几天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就连台中市区风嘛真透，水幕无关，地处水有被喷，甲过路民众拢惊到。因风势大而导致水雾随风飘溅，那现场设有告示来提醒。 这个行经民众小心步行。管理单位是台中市建设局，后续现场除了设告示，提醒民众经过爱细里以外，未来嘛建议配合气象的预报资讯，若是风透就会停止供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